本影片介紹了 BS7671 2018標準中第46章節的內容，涉及非自動化的本地和遠程隔離與開關措施，以及如何防止或消除與電氣設施或電力驅動設備相關的危險。摘要：影片中詳細說明了電器安裝中非自動化的隔離和開關技術，包括隔離，每個供電點都必須有隔離設施，以防止電氣危險。在家庭環境中，隔離設施應為雙極。隔離的目的是為了安全地進行電氣工作。功能開關，用於控制電路或設備，可以通過輔助手段，如半導體，實現。在 TNS 和 TNC 系統中，如果有效的保護接地，則不需要中和開關。機械維護開關，用於在進行非電氣工作，如更換傳動輪或風扇時安全地關閉設備，應該能夠識別並在必要時進行鎖定。緊急開關，應該能夠在單一動作中斷開所有生命電導，並且直接作用於相應的供電電線上。緊急開關的設計應該避免引入進一步的危險或干擾緩解過程，防止非預期操作。隔離開關應該選擇和安裝以防止非故意或意外操作，並在維護或修理工作中提供鎖定設施。排放殘存能量，在隔離後，應考慮到殘存能量，如電容器中的能量，並提供適當的方法來將存儲的能量排放到安全水平，以避免電擊危險。觀點：隔離與開關的重要性，強調了隔離和開關在電氣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如何確保電氣工作的安全性和防止電擊危險。多極開關的必要性，在家庭環境中，隔離設施應該是雙極的，以確保所有電壓都被切斷。功能開關的選擇，功能開關可以通過輔助手段實現，但在 TNS 和 TNC 系統中不需要開關中和電導。如果有效的保護接地。緊急開關的設計原則，緊急開關應該能夠快速且直接地斷開所有生命電導，同時避免引入進一步的危險。操作安全性，強調了在維護和修理過程中防止非預期操作和排放殘存能量的重要性，以確保電器安裝的安全運營和維護。4.6 第46章隔離與切換。第46章涉及非自動的本地和遠端隔離與切換措施，以防止或消除與電氣裝置或電力設備相關的危險，以及為設備的控制或服務進行的切換。4.6.1 解釋不同類型的切換，包括隔離、功能性、機械維護和緊急切換。隔離 （isolation） 每個電氣裝置都必須具備從每個電源隔離的設施。如果有多個電源，則需要有方法來隔離每個電源。每個裝置的電源起點附近應設有主開關或斷路器，以便在負載狀態下切換電源並提供隔離。隔離裝置必須為多極類型。在家庭中，隔離裝置必須為雙極。隔離的目的是移除能源來源，以便能夠安全地進行電氣工作。功能性切換 （Functional Switching） 用於電路或設備的控制切換，可透過輔助裝置實現，可使用半導體進行切換。如果具備保護等電位連結 （Protective Equipotential Bonding），則 TNS 和 TNCS 系統中無需對中性線進行功能性切換。機械維護 （Mechanical Maintenance） 為了進行非電氣性的維護工作，如更換皮帶或風扇而進行的斷電切換。切換裝置必須易於識別，例如標示開斜線關。根據風險評估，理想情況下應能上鎖。如果機械維護涉及物理傷害風險，則應提供機械維護切換機制。緊急切換 （Emergency Switching） 需通過單一動作移除電源供應。緊急切換應斷開所有帶電導體。切換裝置應盡可能直接作用於適當的供電導體。切換安排應確保只需執行一個動作即可中斷適當的電源。緊急切換應能消除危險，
但不得引入進一步危險或干擾應對措施。4.6.2 討論各類切換的要求以及單極與多極切換的考量。隔離 （isolation） 隔離必須切斷設備的所有電壓。每個設備必須具備從每個電源隔離的方法。每個設備的電源起點附近應設有主開關或斷路器，以便在負載狀態下切換電源並提供隔離。隔離裝置必須為多極類型。在家庭中，隔離裝置必須為雙極。隔離的目的是移除能源來源，以便能夠安全地進行電器工作。在 TNCS 和 TNS 系統中，如果已設有保護等電位連結，則不需要對中性導體進行隔離或切換。然而，在 TNC 和 TNCS 系統中，PIN 導體不得被隔離或切換。功能性切換 （Functional Switching） 用於電路或設備的控制切換，可透過輔助裝置實現，可使用半導體進行切換。如果具備保護等電位連結，則 TNS 和 TNCS 系統中無需對中性線進行功能性切換。單極切換裝置不應安裝於中性線，除非是用於照明電路的控制設備連接。機械維護 （Mechanical Maintenance） 為了進行非電氣性的維護工作，如更換皮帶或風扇而進行的斷電切換。切換裝置必須易於識別，例如標示開斜線關。根據風險評估，理想情況下應能上鎖。如果機械維護涉及物理傷害風險，則應提供機械維護切換機制。緊急切換 （Emergency Switching） 緊急切換應斷開所有帶電導體。切換裝置應盡可能直接作用於適當的供電導體。切換安排應確保只需執行一個動作即可中斷適當的電源。緊急切換應能消除危險，但不得引入進一步危險或干擾應對措施。進行緊急切換時，不得引發其他危險或干擾應對措施。單極與多極切換 （Single Pole versus Multi-Pole Switching） 單極切換裝置應僅插入上線導體。單極裝置不得切換中性線。隔離時及在所有帶電導體需要同時斷開的情況下，必須使用多極切換。4.6.3 防止非預期操作與釋放殘餘能量的要求。防止非預期操作 （Preventing Unintended Operation） 用於隔離的切換裝置應經過選擇與安裝，以防止非預期或無意的操作。在適當情況下，應提供鎖定機構或其他手段，以確保切換裝置保持在關閉位置，特別是在維護或修理期間。釋放殘餘能量 （Discharging Residual Energy） 需考慮在電源斷開後可能存在的殘餘能量，例如電容器內的存儲能量。在必要時，應提供適當的手段，使存儲能量在隔離後釋放至安全水平，以防止觸電危險。透過遵循這些隔離與切換的要求與考量，電器裝置可以安全地運行與維護，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觸電及其他危險風險。